由经济部工业技术研究院补助地方型 SBIR 创新的研发，今年总共48件顺利来结案，并且达成目标，包括数位转型、自驾漫游、绿能科技、5G 领先、甲新创事业等。补助金额4500万，促成投资的金额高达1亿6000万，不但带动产业的升级转型，并且秀出台南产业的竞争力。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111年度台南市 SBIR 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的颁奖。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，有蛮多厂商事实上都有蛮多新创的这个 idea， 尤其因这个产业转型的需要那其中有人工智慧的，有5G 联网的，有更多许多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科技，中间也不乏大厂，也有小厂所以不管是新创，不管是这个大的企业，或是地方型的企业，事实上都很需要这个加以研发创新。只有不断的研发创新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。总计光是111年度，今年度到目前为止，我们 SBIR 的计划核准的金额就已经有1亿2000万元，然后投入的投资金额高达1亿6000万元，这些都会带动相当多的产值，也对于地方企业它的一个寿命的延长，而且能够更适应时代的潮流更有强的这个生产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这届获奖的绩优厂商有科技、工业、生物科技甲工作室等，总共13间厂商。另外，市府经发局也个加码设立主题式的联名，推动市府公共服务数位化。得奖的厂商包括奇美车店，开发应用伫公车智慧交通安全系统，以及结合在地有线电视业者，开发热区人流、口罩影像的辨识系统。总共14间业者来得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